情若到有清有濁，有動有靜，天清地濁，天動地靜，男清女濁，男動女靜，講本流無，兒生晚晚，清乃作願，動以靜記。人能清靜，天地皆歸；人神好清，而心擾亂。人心好靜，而欲牽掛；人能顯欲，而心自靜。人能情傷，而神自清，六欲不生，三毒消滅，不能修行，為心未靜，欲未顯意，能顯修行，來觀其心，心無其失，愛觀其形，形無其應，遠觀其物，物無其物，三觀既悟，唯見於空，觀空而空，空無所空，所空既無，無無亦無，無無既無，暫然常寂，寂無所寂，欲氣能生，欲既不生，即是真正，真常應物，真常得勝，常應常靜，常清正義，如此清靜，漸入真道，既入真道，名為得道，雖名得道，實無所得，為化眾生，名為得道，能悟修行，可傳聖道。上是無爭，下是好爭，上得不得，下得執得，執着得失，不明道德，不得真道，唯有妄心，既有妄心，即經其神，既經其神，即住萬物，既住萬物，即生貪求，既生貪求，即是煩惱，煩惱妄想，有苦身心，更遭逐欲，流浪生死，常尋苦海，永失真道，真常得到，覺悟自得，得悟修行。